大家好，我係 JK， 今次會同大家講下陳皮。陳皮性溫、味辛、苦，有行氣燥濕、止咳化痰、健脾和胃嘅功效。產自新會茶之金嘅陳皮最優質，分為質量最好嘅大紅皮、較次嘅二紅皮同最次嘅青金皮。下面4點幫你快速分真假。第一，內囊。真正老陳皮，內囊浮鬆脫落，有立體感，顏色深而平均。如果顏色深淺不一、光滑緊緻，好可能係年份造假嘅陳皮。第二，外皮。真陳皮外表色澤紅黑，內表棕紅，有明顯透光感，表面色澤唔均勻。如果外皮出油，甚至結晶泛藍，就係經過高溫控乾嘅假皮。第三，氣味。3年陳皮帶刺激香味，和酸味重；5至8年帶清新陳香；10至15年陳香更醇厚。年份越長，老藥味就越濃。如果有刺鼻帶雜味嘅香氣，好大機會會係假皮。第四，水煮。真陳皮經過連續煲煮，陳香依然，果皮唔易爛，茶色通透自然。如果連續煲煮，香味淡而且易爛，茶色特別深，似普洱茶，就係人工染色嘅造舊陳皮。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揀到啱心水嘅陳皮。最後記得留言攞走，理氣健脾食譜，仲要 like 同 share 下次見。